皇上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这朱尔莫特纳木扎叛乱，岳钟琪啊，立刻率兵平定。朕倒要看看还有谁敢不驯服他。有皇上的龙威在，谁能不被驯服啊？皇上，令嫔娘娘说新学了乐琴，想要弹奏给皇上听，已经在外头候着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这。臣妾请皇上晚安，皇后娘娘晚安。起来吧。淑嫔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主这几日一直头晕不适，昨日贪新鲜吃了半个贡梨，结果还吐了半夜。哟，这该不会是遇喜了吧？当然不会。臣妾体弱，皇上赏的坐胎药喝了这么些年，也未有动静。太医师说过，臣妾子嗣渊博。李煜啊，奴才在。传启乳。这。如何？恭喜皇上，淑嫔娘娘的脉象是喜脉，已经2个月了。真的？决定无误。好，甚好。臣妾恭喜皇上，恭喜淑嫔。恭喜皇上。盼了这么些年了，本都以为没了指望，这半年来连坐胎药都是有一碗没一碗的喝着，谁能想到竟然真的有了？那是你情真意切，老天眷顾，遂了你的心愿。啊，那坐胎药本是强壮底子后助孕的，淑嫔娘娘服用多时，身体健壮了，自然是有喜了。齐太医说的是，那本宫之后的身孕就有劳齐太医了。是，还请皇上允准。啊，既然你喜欢，朕就让齐汝照顾你便是了。你嫔位多年了，如今遇喜，就晋为妃位吧。臣妾多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恭喜淑妃姐姐。今天妹妹来的还真是巧，真想沾沾姐姐的喜气呀。多谢令嫔。皇上，那臣妾便先回去休息了。好。皇上，臣妾陪淑妃妹妹一起回去，她刚刚有孕，别疏漏了什么才好。皇后有心了。齐汝在。怎么回事？淑妃娘娘突然遇喜，想必是那坐胎药没有按时喝下的缘故。皇上您仁心，所以那坐胎药的药性是极为温和的，并非是绝育之物。每次临幸后喝下，可保无虞。从前都是进宝看着淑妃喝下的，可谁知淑妃竟然悄悄地停了。淑妃是不是知道这坐胎药不妥？那未必。想是淑妃娘娘对子嗣之事已不再指望，所以没有按时喝下，反倒是意外得子。臣请旨，淑妃娘娘身孕之时，该如何处置？稚子无辜啊！罢了。他既有福气遇喜，保住孩子，替淑妃好好照顾龙胎。是。听纯贵妃说，刚遇喜的时候会怕冷，
你那被窝要换的柔和厚实些。御膳房也会天天送滋补的汤饮过来。姐姐喜欢用什么，我亲自给你准备。多谢皇后娘娘关怀，多谢令嫔。你也真是太不仔细了，自己有了身子都不知道。太医总说臣妾身子孱弱是不能有的，哪里想得到有今日呢？姐姐得宠多年，这玉玺是迟早的事儿。入宫这么多年，盼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了身孕。这个孩子是我和皇上的骨血融合而成，从此后，这天地间就有了我与皇上不可分割的连接。只有这样，才不枉我来这一场。看着淑妃姐姐如愿以偿，臣妾是为她高兴，但心里也是忍不住发酸。不瞒您说，淑妃姐姐喝着坐胎药，臣妾也一样喝了。你哪儿得的方子？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求死心切，找人寻了淑妃姐姐的药渣，自己悄悄配制的。可喝了这么多年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也是求子心切，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。淑妃玉玺未必靠的是药，不如你如淑妃般把药停一停，养一养身子，心血就有了。但愿能和淑妃姐姐一样，得上苍垂爱。怎么？主，这都是药啊！怎么能这么喝的，主？不行，淑妃的玉玺了，怎么本宫还没动静呢？主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当初淑妃怎么喝都没怀上，如今不喝了，反倒就有了呢？你胡说些什么？奴婢也说不上来。但主，您就先把药停一停吧，把这药渣送到宫外，给宫外的大夫瞧瞧。你是疑心这药不对？奴婢也不清楚，但总觉得多留心眼儿吧。谁让淑妃是把药停了才玉玺的呢？好，这件事情本宫叫你去办，办好了郑重有赏。时隔这么多年，哀家以为淑妃能够得宠不衰就已经不错了，这还突然有了。皇上宠爱了淑主那么多年，也放下心了。人非草木，淑妃一片痴心，皇帝总该明白。哎，淑主呀，是贵在太痴心，才不肯像梅嫔那样为太后探听消息，为您进言。淑主也是可怜，不知道皇上这些年一直防着她呢。不知道有时候比知道强。糊涂啊，未必不是福气。至于淑妃一直不大肯为哀家做事，甚是个不听话的棋子。哎呀，以后有了孩子，淑主的心呀更向着皇上了。那要是孩子生下来就归哀家抚养呢？那淑主一定会乖乖听话的。傅家，前几日山东巡抚进贡来的东阿阿胶，你去送给淑妃，让她好好养身子，生个白白胖胖的阿哥。是。
春蝉姐姐，上回您托我给您问的方子，这回我出宫采买东西时，一并交给您的姑母了。这个是您姑母给您的回信，就是我不太识字，不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。这是我自己看病的一个偏方，但是只有家里人知道。哎呀，辛苦公公了。哎，谢谢春蝉姐姐。怎么会这样？不会的，春蝉，你姑母找的什么大夫？不会是什么江湖游医，随便看了看就拿到本宫这来应付？没有，奴婢和姑母怎敢？找的都是京城中最有名的大夫看的，姑母不放心，还多找了3、4家呢。阿珠。不会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不会的，珠儿，咱们这回可是吃了大亏了。是吃了大亏了。偏偏这亏还是自己找的。不过，淑妃停了半年就怀上了，咱们赶紧把这药停了，就没事了。淑妃她为什么停药了？那她不喝，为什么不告诉本宫呢？不会的，咱们这药是悄悄喝的，她不会知道的。倒是皇后，您在她跟前是说过这事儿的。是啊，皇后屡次见到本宫和淑妃，都要提起少喝坐胎药，最好不喝。看来皇后也是知道此事的。珠儿可是为了皇后娘娘，又是跪求皇上，又是整治嘉贵妃的呀。本宫做小伏低，奉承示好，却换不来皇后一句真心话。这皇后真是铁石心肠。淑妃的孩子来之不易，务必精心照顾。是，太后，微臣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。臣自20几岁入宫，时至如今，算起来也40年有余了。不敢说世家有功，也算是兢兢业业、尽心尽力了。如今，臣已是老眼昏花了。臣想侍奉完淑妃娘娘平安生产，便想告老还乡，安度晚年了。你在宫里辛苦了一世，既照顾了皇帝、孝贤皇后，又替哀家尽心。等淑妃生下孩子后，哀家许你回家养老。臣谢太后天恩。你又见到齐汝到皇娘的宫里去了？是，有好几回了。这不是太医请安问脉的时候，而且齐太医身边没有跟着随侍的太医院内监，所以奴婢觉得奇怪。齐汝是伺候朕的太医，跑到慈宁宫去做什么？皇上可还记得，淑妃是太后送给皇上的人，而淑妃停喝了齐太医开的坐胎药，才有孕的。你的意思是，齐汝有意将此事泄露给淑妃，让她有孕？想来齐汝不敢，否则按淑妃的性子，早就闹起来了。此事总有蹊跷。朕记得惠贤皇贵妃说过，齐汝替她医治，越医越病，不得子嗣。
但要是没有朕的吩咐，齐如怎么敢这么做呢？惠贤皇贵妃的阿玛曾促成端淑长公主远嫁之事，太后心里一直不快。难不成皇额娘一早就安排齐汝对惠贤皇贵妃下手了？朕身边的人竟这般为皇额娘周旋，连朕的嫔妃都敢暗害。皇上，奴婢先去彻查清楚这件事儿。若真的是齐太医违背了皇上的心愿，暗害了惠贤皇贵妃，到时皇上再处置不迟。好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自去岁以来，朝中一切安定，边地虽有骚乱，但迅速平定。如今政通人和，朕打算奉皇太后南巡江浙，沿途体察民情。你们都说这天下富庶安定，可这富庶安定，朕都是在奏折上看到的，未曾眼见。圣祖也曾南巡，与官民同乐，朕是圣祖的子孙，理应效仿。皇上圣明。太后说这是皇上第一次南巡，巡幸的地方又是江南燕柔之地，陪同的嫔妃除了本宫之外，都是汉军旗。六宫的事儿还是于妃料理着，她会好好照顾你。多谢皇后娘娘美意。你看你现在肚子都那么大了，孩子也会动了，多好。想来臣妾第一次见到皇上时，还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哪知日后真能到皇上身边，还能有皇上的孩子。臣妾知道，皇上喜欢诗词汉墨，又懂得琴棋书画，就几乎没有什么是他不会的。原来我熟读诗书，就是为了要走到这个倾慕的人身边去。本宫也是替你高兴。这满宫上下这么些人，他们看皇上的眼神，他们的笑，都是赤裸裸的欲望。就只有您看皇上的眼神，和臣妾是一样的。主害喜的厉害，来，还是好好养生吧。你是头胎，是会辛苦些。本该留下江雨冰伺候你，可他得皇上信任，要跟着皇上南巡。可惜，你可要格外仔细呀。是。皇后娘娘关切，于妃姐姐细心，不会有碍的。本宫这次跟着皇上南巡，勇气也还小，所以只能托给于妃照顾。她又要料理后宫，未必可以事事齐全。你要是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，就告诉于妃，她会差人递消息给本宫的。这个孩子是臣妾与皇上情谊的见证，臣妾定会好好爱护。信女叶赫那拉氏得蒙圣眷，但求平安生子，与皇上恩情如旧，绝无反复。都说女子有孕会忧主变丑，可淑妃依旧貌美如旧。她得宠不就是因为她的美貌吗？若美貌没了，可怎么办好呢？除了于妃，皇后最疼惜淑妃了，也该让皇后心疼自己在意的人吧。主暂且无需记挂这些。
此次您随皇上南巡，抓住皇上的心才更要紧。皇上，奴婢查得惠贤皇贵妃用过的方子，悄悄找宫外的大夫问了，都说没问题。惠贤皇贵妃当年病重，药方没问题，问题也就出在药上。惠贤皇贵妃的药都是齐太医自己亲手配的，从不让旁人经手，这里面似乎是有蹊跷。齐汝为了可以讨皇额娘的欢心，就违背朕的意思，让淑妃有孕，让惠贤皇贵妃身死。那要是朕与皇额娘有了嫌隙，他会帮谁呢？皇上，齐汝的心思，朕不敢懂，也不愿意懂。朕的身边用了那么久的人，都可以违背朕。朕的身边真没有可信之人了。皇上，您打算如何处置？照例朕出巡，都会带着齐汝。朕倒要看看，齐汝一身的医术，能治得了别人，能不能也治得了自己？皇额娘一路南下辛苦了，如今到了杭州，可以好好歇歇了。哀家只是随皇帝出游，皇帝还要视察水利，督促地方官员兴修堤坝，这才辛苦。皇帝，你也别总记挂国事，也可松泛些，好好游览江南春色。是啊，皇上前日观朝阁阅兵，昨日约了文官和杭州才子，诗酒相贺。这几日闲些，
倒是可以细细观赏西湖美景。西湖景色是美，朕身后跟了一堆人，也实在是无趣啊。奉皇上之命，送贵客出宫。开门！皇上，自从您登基了，咱们就没这么出来玩过了。是啊，朕知道你喜欢苏杭，喜欢这民间夫妻的生活，所以咱们呀才偷得半日闲，再做一回凡俗夫妻。多谢皇上记得臣妾的喜好。哎，这到了外面，到了这悠闲。这江南水乡，身临其中，独在画里。不亲临啊，还真难体会其中之美啊。是啊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盼了这么多年的江南，如今终于回来了，还是夫君带我回来的。夫君，咱们去吃点点心吧。好。哟，主子，这摊上的点心可不能吃啊，都不干净。怕什么？百姓吃得，我吃不得。从前在王府时，我和娘子也吃过路边摊食的，也都没事啊。嘿，官人呐，来尝尝我们的条头糕吧。对，这就是条头糕，我小时候吃过，里边的豆沙香甜细腻。您尝尝。好。哎呀，主子，再啰嗦让你滚回去。来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只是有些粘牙，不比家里做的差。来，尝尝。那是，我磨的豆沙都是蒸的，脱了红豆皮，再拿细细的纱布搅了3遍，便是宫里的也比不上呢。连皇帝老爷吃了都连连叫好呢。哦，皇上真的吃过呀？那是，
皇帝老爷年年派人出宫买些带回京城的。哦，那既然皇上爱吃的话，李煜啊，多包些回去。哎，东包好嘞，赶紧包了，付钱吧。走吧。来，多包几个。哎，好嘞。吹牛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那我说的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都说太宗市民千古一帝，也难成如今的百姓安乐，盛世盛景。这盛世景象，还不都是天子素心燕媚的功劳？百姓们都来夸你了。朕呐，只有出来了，才不算在奏本上了解我的子民，我的天下。修文言武，贪官污吏无所遁形，你我得以无忧无惧，耕读忙乐，安身立命。到如今，皇上如圣祖南巡江南，隆温浩荡，与先后帝后携手，更是异举同心，垂范民间，教天下夫妻如何敢不上行下效，举案齐眉？好！究竟咱们这位天子如意啊，咱们到别处走走吧。前无古人，别跟太近了。后无来者的德行呢？哎，让老夫一一道来。快！这湖边的夜色真是宜人呐。是啊，尤其是跟夫君2个人共赏这西湖月夜。是啊，只有我们2个人，清清静静的真好。如意啊，不止这西湖的美景，朕还想与你共看春日的樱花，夏秋的凌霄，还有冬日的梅花。善始善终，共看四时花开。我说过的，一定会做到。真这样便好。若情起缘落，如夜雾消散呢？夜雾消散，你我情分不散。若夜雾茫茫，你我走散呢？不会，你只要执着我的手，永远不放开就是了。皇上对皇后可真是好啊！看来是要落雨了。皇上有没有猜过一个字谜？什么？春雨绵绵七毒素。我们才刚成亲，你说这种话，好像我抛下娇妻一样。哎，我可是整日都陪着你啊。就是一个字谜，你快猜嘛！好，七毒素，那表示夫君不在家。春字的这个夫字得去掉。春雨绵绵，春雨无日，所以这个春字要把日字也拿掉，那就只剩一个一字。这个字谜从哪儿听来的？姑母在世的时候，时常拿这个字谜出来猜，反反复复的许多次。姑母是想跟我说，不管是谁，到了最后都会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。你又想起你景仁宫的姑母了？不是，我是想告诉皇上，现在咱俩在一块儿了，你再也不会是一个人在疯癫上孤独，臣妾陪你，永远陪你。都说君王是孤家寡人，
我要你陪着我，我要那个一生一世、心一动的人陪着我。我会。下次不许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谜语了。哟，都快下雨了，主子怎么还不着急回家？看来这雨真是要落下来了，咱们走吧，啊！我不舍得离开杭州。我也不舍得啊。我答应你，我们一定会再来，好吗？走。这龙袍啊，多穿一重就多一重的桎梏，少了些自在随意。朕登基那么多年，有多少做人后的烦恼啊！有时，朕真的觉得累了。皇上宵衣干事不懈于治，不就是为了据先帝之志，定盛世江山吗？朕要定盛世江山，也想与你安享片刻。皇上，太后那儿等着您去问安。另外，闽浙总督求见。你看，一回这皇家四方天地，就是无尽烦忧。皇上，快去吧。走吧。这几日地方官员来的勤快，可是有事？听闻他们拨了许多28家人入行宫伺候，说是怕行宫人手不足，侍奉不周。你瞧瞧，朝廷官员就这点心思，有女儿的送女儿，有妹子的送妹子，没有的想尽了办法也要安排了女子进宫服侍皇帝，以求攀得荣宠。若是得皇帝一息宠幸，从此丢在了行宫，岂不是耽误了人家姑娘一辈子？太后慈心，皇上这些年从未有选秀之事，也不算是声色犬马、好色浪荡之人。年轻忙于政务，皇帝没这些想头。如今天下太平，皇帝要是起了安逸之心，带了个狐媚的回京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傅家，你安排下去，哀家要请皇帝看场歌舞。是。既然太后有意要安排，春瞻，咱们得紧着些了。这个自然的，只是此事皇后娘娘并不知情，万一……皇后不住本宫，本宫就住自己，难不成要一辈子仰人鼻息吗？主说的在理。宫里都安排妥了吗？有兰翠在，主放心。皇上，太平盛世，福泽江南，臣敬皇上、太后。福泽江南，敬皇上、太后。今夜众亲同欢。皇额娘属意曲苑景色，只可惜风和未见，着实遗憾呐。哀家承皇帝孝心，60天龄还能一睹江南风光。只是哀家想，既然来了，怎么也得瞧一瞧荷花再走啊。皇额娘说笑了，春日里哪来的荷花？